若讲到改车，一般拢会想到错人耳，也是驾车顶刻板的印象。不过，其实真侪咧研究改装车的人，颠倒是希望咱嘛会当像外国共款，互大家了解改车会当打造出无共款的风格。这是一种专业的技术，嘛是一种美感的呈现，甚至会当发展做一项产业。下晡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阵爱车的人，因安怎行出创新的路。 白来到拜六暗时啊，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都会聚集各种的车友，上时卖声真侪车迷来遮参与，大家食好斗小报。即马遮已经成做真出名车友聚会所在。算知名景点的啦，哎呀，6日一定都会来的地方，很多观众都会来这边带小朋友来拍照、欣赏车都有。 知影遮每拜六拢会有遮的活动，我就是喜欢车，拢会来踅踅看看的安尼。喜欢这气氛啦，喜欢来遮踅啦。持有票券往前。对喜欢改装车的人来讲，这是收藏品；也若对改装设计师张成义来讲，每一届的改装拢是新的创作，所以伊特别喜意手工的改装，希望让每一台车拢变作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 改出去的车咧，只要有去参加一寡聚会，也是参加一寡活动，大家拢看会到，这是一个作品，就是类似较早讲的艺术家的艺术安尼。因为我大概创作一台车，伊就是独一无二的。想来看一些比较不同的改装，花园大赛我觉得蛮酷的，都很难得有这种机会。 来到改装车的展示场，平常时啊，伫路面真罕咧看的车，车迷会当看一个较够开咧。不过因为目前法规的限制，遮真侪车无法度驶去路面，所以这场车的展览会当讲是展示收藏甲新会舞台。那以产业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技术交流甲了解市场趋势的好机会。所以当初阮会去想要来办这个活动吼。 除了讲，阮想要来推广家己的这个改装文化，较正面的改装文化，我嘛是希望讲会使帮助咱台湾的产业，会使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所在，会使去展示伊的物件。改装是专业甲创意的结合，为车友聚会交流到特色的展现。台湾改装的文化当拍拼头开束缚，走向专业、多元甲自由。 产业界希望未来，咱台湾会当开创独有的改装美学，行起哩世界舞台。记者洪条成、吴一修综合报道。